筆記本手提電腦要點樣先至係正確嘅外接顯示器？接錯線高刷顯示器分分鐘白買啊！閪佬們，我有個朋友仔呢，就買部手提電腦攞嚟剪片，剪到隻眼啊都突晒啊！話頂唔順要整翻個外接顯示器啊！但係呢，手提電腦外接顯示器係一門學問嚟嘅，用錯接口高刷顯示器等於白買。嗱，今日就同大家講解一下顯示器接口同埋使用技巧。首先，我哋要觀察一下手上嘅手提電腦嘅接口。目前主流嘅接口呢，就有 Type C 啊、HDMI 啊、DP 啊，同埋 Mini DP 嘅，仲有遠古神器 VGA。大多數咧都會選擇 HDMI 嘅，但係有啲手提電腦係冇獨顯直連模式嘅。如果使用 HDMI 外接，就要打開任務管理器，睇下你嘅核顯有冇喐到。如果有，即係冇獨顯直連啦。我建議你使用 C 口。其實依家可以上 DP 嘅，基本上都係上 DP 噶啦。如果係蘋果用戶 Mini DP 咧，咁最好咧就係用一頭係 Mini DP。另外一頭係標準嘅 DP， 咁樣咧就可以將手提電腦同埋顯示器連咗一齊啦。咁連咗一齊之後咧，發現只有筆記本係有圖像，顯示器係唔顯示嘅。咁呢個時候就要撳一下 Win 加 P 鍵啦。顯示器右邊咧就會出現咗4個選項。第一個緊電腦屏幕，呢個狀態咧只會顯示主屏幕嘅，拓展嘅顯示器咧係冇畫面嘅。第二個係複製，就係將主屏幕複製響拓展嘅屏幕上邊。第三個拓展，使用拓展之後咧，兩個屏幕係唔同嘅，屏幕個內容咧係可以切換，甚至可以將窗口放喺兩個屏幕之間。跟住響顯示設置入邊，你就可以睇到屏幕1同埋屏幕2，你就可以進行屏幕嘅上下左右切換。最後一個緊第二屏幕，呢個咧亦都係好多筆記本拓展用戶選擇嘅，就係將手提電腦嘅主屏幕關咗，跟住咧只係開拓展嘅屏幕。如果你想冚上呢個手提電腦咧，你發現咗拓展嘅顯示器都會關埋屏幕，咁點解決啊？嚟到控制面板，嚟到電池選項，點擊選擇關閉筆記本計算機蓋嘅功能，將關閉蓋子時選擇不採取任何操作，咁樣你咪可以吸上你嘅手提電腦咯。不過咧都係建議你打開佢散熱好啲，快啲收藏呢一次保姆級教學啦！